新樓嘅住宅尺價咧，由2021年嘅高位咧，慢慢下調咗大概30%左右啦。而租金咧，反而悄悄咁溫和咧，上升咗大概5至8%。我喺地產界咧有一位絕色嘅美女，佢悄悄咁同我講啦，其實佢今年咧都做咗唔少生意，啲樓平啊嘛。今次我並唔係想講地產，而係不論你買樓、租樓、買鋪、租廠都好啊。以下呢條片都非常幫到你㗎，馬上去片啦 ，Let's go！單位又好啦，住宅又好啦，商場都好啦，都會有1、2次機會咧上去嗰個地方做度尺嘅。把握呢個機會咧，盡量攞到多啲細節啦。無論你有幾好幾力咧，你都記唔晒所有嘢㗎。電位、水位、冷氣出風位同埋呢個消防。咁所以咧，盡量喺第一次時候攞盡啲 detail， 好似我今次咁樣啦。嚟到尖沙咀呢個位置，當然啦，寸金尺土啦。上到嚟嘅時候咧，盡量可以攞晒所有 detail。咁跟住落嚟就教大家點樣喺電腦繪圖攞晒所有嘅數據啦。度尺啦，當然要有唔少嘅尺啦，拉尺一定要有啦，跟住有唔同嘅電子尺啦，可以嘅話咧有部電腦喺度啦，若果可以就跟我學 SketchUp 喺電腦即刻繪圖啦。由於通常新樓地方咧笪地啦，呢度非常之好啦，好夠平滑啦，咁你可以咧就好似我呢度咁有3個工具箱嗱，唔好睇少呢3個工具箱啊，因為咁大地方，我一個咁樣嘅 desktop 呢個台面嘅時候咧，我就要碌住係咪啊？跟住我咁一路咁度尺啦，就算地面有時唔係好平咧，一樣可以跟到嘅。咁而家我哋馬上度尺啦。拍攝呢條片咧，大概係4年前左右啦。到咗今時今日啦，2025年啊，由於我有呢份圖喺手啊，不論你問我梁啊、柱啊、震啊、MCB 啊、電掣啊、消防頭啊，只要佢冇大改動嘅咧，我都知道喺邊。甚至乎部電梯幾大、最長可以入咩物料咧，我都知道㗎。所以只要你有一目嘅 X2平水儀啦，一目嘅拉尺、一目嘅電子尺，加上學識點樣畫圖咧，就可以幫你做出呢份準確嘅設計圖、計算同埋購買物料啦。而誤差係非常之細㗎。呢條片裏邊好多嘅技巧，唔記得唔緊要，而家用唔着都唔緊要，只要你 like 咗呢條片，以後咧就可以睇翻㗎啦。而若果呢條片幫到你嘅話，請你留言同埋分享俾你朋友啦。我哋下次見。